又有台湾人又翕相伫咧南韩去互抓起来，这回哪像是摕手机翕南韩的国情院内底，去互警方拘留。南韩6月初3要选新总统，统计到达已经超过1000万人投票，提早投票比率24.55%是历来上悬的。罗西亚总统普京拜四接见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家后，安倍召会，这抓双方有啥物目标，引起外界关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这不头起先来看加拿大中西部的火烧山是愈传愈严重。曼尼托巴省是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且下令撤离17000外居民，是因这几年来规模上界大的撤离行动。这场野火是已经烧掉198000公顷的土地，而且根据气象预报，这几天拢未落雨，风势加上天气打扫，这火势恐惊是真歹控制。另外，这火灾造成的乌烟嘛，已经引到对美国去，造成空气污染。这明尼苏达州这个所在空气品质拢受到影响。民众用手机翕的画面显示，户外天顶因为野火一直烧，规个感觉红色。相片内底远远望去，看无烧到倒位，火枝甲火焰冲半天悬，看落会惊。加拿大中西部野火一直烧，曼尼托巴省拜三大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下令17000个民众爱撤离。省长讲，这是大部分的人记伫当中规模上界大的疏散令，因为这一个月野火伫当地已经烧毁20万公顷的林地，是过去5年来每年平均规模的3倍。当局表示，紧急状态会持续1个月，必要的时阵还可以延长。这波野火嘛烧炭到萨斯卡茨温省。Today we're declaring a provincial wildfire state of emergency. 萨斯卡茨温省拜四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省份今年入春以来发生200多件野火，目前也有17位火场伫烧。这礼拜进前已经有4000个民众撤离，省长烦恼所来情况会更加严重。Just looking ahead to the weather forecast, it doesn't look good. It looks like it is going to further deteriorate. There's no rain in the forecast. 伫天气温暖佮打扫，加拿大全境目前有163位导火点，其中一半已经失控。为曼尼托巴省撤离的民众表示，野火甚至烧到40公尺悬，消防人员根本无法度挖紧拍火，开车逃离开的民众拢踏伫公路，形成大塞车。加油站已经无油通加。针对民众面临的困境，加拿大紧急事务管理部已经应电话要求，派空军军机去曼尼托巴省北部2个偏远的原住民社区协助疏散民众。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这南韩的总统大选进程，这军方说是一直咧突锤，其中一件较罕古的，就是有一个前线的兵啊，咧保养武器的时阵，竟然是醒哦，机关冲向北韩的方向开一枪。南韩的军方惊对方误会会引起冲突，就赶紧放送通知这北韩是醒哦。另外，南韩也有一只海军的巡逻机，昨起飞无几分钟啊，就载落山拿，飞机顶4个人拢中罹难。画面上乌色高烟一直冲起的所在，就是南韩空军一只巡逻机落去的所在。事故发生了后，有关当局是派出大批消防车甲人员去救援。南韩海军声明指出，这只巡逻机离到下晡对东南部坡航空军基地出发，进行起飞甲降落训练。不过，才拄起飞大约6分钟，就落伫坡航市区附近的山林内底。有人看到飞行机落落来，并且听到爆炸声音。因那飞行机倒毁了后，一度引发森林的火灾。据证实，机顶4名技术员是全部罹难，遗体已经伫现场找到。也伫这个坠机事故发生前一天，一名自首伫首尔附近行基道扬州市的精算士兵，拜三暗头伫这片武器保养作业时，竟然是手以起落机关枪向北韩方向射出一个枪指。军方赶紧经由广播向北韩来说明，加在后来并无发现北韩有无正常的动作。实际上，顶个月23，南韩也发生相关的事件，江原岛一个精算士兵无细力对北方来射击，枪支探过北韩的防护门。也伫南韩下礼拜即要举行总统大选的敏感时刻，军方连续出状况，不便引发外界烦恼，也后两韩情势更加紧张。伫这同时，北韩官方媒体继续报道有关金正恩强化军事力量的消息。金正恩伫拜四视察炮兵部队的火炮射击比赛，俄罗炮兵武装力量充分展现实战的能力。伊伫前一天主持劳动党会议时，下令解决军队建设甲军事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巴岸最国拿对罗西亚派兵参与乌克兰战争，刺下飞弹动作更加是一直增加，挑战意味真高。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南韩去年12月，前总统尹锡悦雄雄宣布戒严，造成国内内乱。后来佫去互弹劾落台。即后礼拜二6月初3，南韩就要选出新总统，这2天是已经开始提早投票啊。统计到今日中昼是已经超过1000万人提早投票，这投票的比率24.55%，是历来上界悬的。这回6组候选人，这声势上界好的，有关是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因那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金文书是排伫咧第2。根据外国媒体分析，这选民上界关心的，有关是候选人明早处理美国关系、两韩的问题，也有生育率的问题。也若是对民调来看，这18岁至29岁南韩少年人，多数的女性是支持进步派，也若男性是较挺保守派候选人。拜三宏观民调内面支持度虽然高达49%，领先真济，但是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是完全唔敢大意。直到提前投票第1天，3个候选人拢出现伫投票所，嘛拢对选民大力催票。 반드시 투표에 참여하셔서 이 잘못된 결과를 빚어낸 내란 세력에 대해서 엄중하게 강력하게 심판해 주시기를 바랍니다. 만약 안 해버리면 전체 투표율이 낮아지기 때문에 상당히 문제가 있고 우리가 불리해지기 때문에 일단은 제가 먼저 투표를 한 겁니다. 李在明带3个少年选民强调，家己有20岁左右的Z世代来支持。国民力量的金文书是和查某囝做伙去投票所，希望加诱女性的选票。不过可能是准备的时间伤赶，李在明和金文书拢互批评讲是黑白开竞选支票，敢若画出差不多3-4条代票的时间远景，所以嘛拢无互看到因有提出什么实际的做法。 그다음에 이행 방법, 기간, 재원 조달 방법 있는데 이행 기간과 재원 조달 방법은 후보자들이 낸 거 보면은 한 줄 내지 없음이 거의 많습니다. 저는 일단 개인적으로는 정권 교체에 조금 더 의미를 두고서는 좀 투표를 할 예정이고요. 另外，伫即个总统大选的后壁，有一个无法度无去注意到的女性的力量。伫前总统尹锡悦红罢免进前，落大西时阵，去伫街仔道也是静坐，或者是大声唱歌，嗨阳光棍啊、OM 的，是一批20岁到30岁左右的少年女性。不过到大选进前，佫定赢伫性别改革这题证件，同款是啥物拢无。 성평등 정책을 제시하면 오히려 청년 남성들이 화를 내고 청년 남성들의 분노를 사서 또 표를 잃을 것이다. 이런 걱정들을 너무 많이 하세요. 啥人会烦恼，互少年男性生气？原因有可能和南韩社会渐渐欠悬的性别分歧问题有关系。这嘛是少年男性愈来愈对保守阵营挖过去，女性群体所颠倒离愈远的原因。 사회에 화가 나는 건 아무래도 남성만 군 복무를 해야 되는 거. 우리나라가 유독 그 성별 간의 격차가 심한 건 맞는 것 같고요. 사실 좀 희망이 없다고 느껴질 때가 많아요. 진짜로 돌아올 수 없는 강을 걷는 것 같아서. 这批1990年代后期出生的首投族，一般红叫做是Z世代，因为是总统大选上关键的一个群体，但嘛是性别分歧化上严重的一点。南韩专家烦恼警告讲，少年世代若是拒绝交流、建立共识，南韩在未来恐怕会失去推动重大改革、解决严峻问题的力量。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 前日啊，有2个台湾人伫咧南韩的空军基地航空展，牵涉偷袭这非法偷袭美国的军事设备，去互掠起来。也若昨又有一个台湾人，那就是摕手机啊，翕南韩的国情院内底，去互警方拘留。因为这台海局势是真紧张，各国拢有加强戒备，所以讲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若是出国要翕相的地点较敏感，就要注意，千万唔通去违反着人的规定。 5月初10，才发生2个台湾人涉嫌伫南韩乌山空军基地航空展非法翕美国的军事设备，互逮捕。而国传出一个台湾的查甫人，疑似摕手机要翕南韩国情院的内部，互警方拘留。
我国驻韩国代表处已于第一时间掌握当事人在韩国遭逮捕的情形，并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呼吁国人在海外务必遵守当地国法令。外交部表示，案件已经入去到司法侦查的定数，会确保个人应该有的权益。最近定发生中国人家己入去美韩主要军事设施翕物件，互查到。70个美军乌山空军基地航空展，都禁止中国和台湾等一寡特定国家地区的公民入去。专家分析，因为台海的局势正紧张，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都已经加严防范相关的渗透。不只是日本。韩国也发现说，甚至菲律宾也发现说，怎么好像有很多的陆籍的一些大学生不只是对基地军营甚至连那些菲律宾偏远的一些离岛，他们都有人去拍摄。专家提出讲，想要翕包括军事基地这基本设施，应该寻求合法申请的管道，譬如讲参加基地的开放，但是翕进前嘛要注意相关规定，避免去犯法。另外，最近抖音嘛传出疑似中国军队退役的军人穿迷彩服出现伫桃园机场。查甫人故意展出退役军人正含中国的护照，搁翕航警局大队的看板。陆委会已经掌握这个查甫人的身份，是对印尼来台湾转机的，无入境嘛无申请入台，未来会注记而且严审入台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中日一只雷虎科技的2米商用无人艇，伫咧苏澳外海正咧测试因稳重行踪的功能的时阵，说是因为海上歹真正失踪去。这雷虎是开20万请人倒找，今日早起海巡署总算是伫咧新北的澳底渔港当边找到。顺风艇拖的船就是雷虎科技试验的2米商用无人艇，进前伫宜兰苏外海进行日中军用测试，拄到海上无好地区控制无人艇的通讯中断失联，雷虎科技公开赏20万开放协巡。海巡单位3早伫澳底渔港东方差不多1.6海里的海域发现可疑混合雷达的目标，到场确认是雷虎的无人艇。目前已经拖转来澳底渔港，雷虎科技发出消息，表示设备已经正常，测试数据嘛真完整。确认该目标为雷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所属无人船，经联系该公司确认，将派遣作业船舶前往现场进行拖带回收作业。雷虎除了研发商用无人艇，嘛打造8米的攻击无人艇海沙800，积极争取军工订单商机。中科院6月17、18拄好举办国内外厂商水面无人载具的展示，包括高轮国际食人鱼、两德造船工业乌条，也有雷虎海沙800，拢会参加展演。学者分析，攻击无人艇会当伫台海作战发挥功效，执行自杀任务，打击强军水面舰。如何用一些这个适当的这个导控跟归向的方式，那个让它能够这个靠近敌舰，然后这个在这个重要的部位这个发动攻击，那这个也是那个必须要探索的课题。为了充实国防，赖总统发讲国防预算占 GDP 的3%。路透社报道，美方有意增加对台军售，金额会超过川普第一任的183亿美金，也甲拜登的84亿美金。嘛讲到美方爱台湾在野党卖动国防预算。国军重要武器装备都是依整体的防卫构想以及兵力整建计划筹建的。我们会透过各式的对美交流管道争取军售。删减的幅度也是历年来最小的，可是民进党一直大造谣，一直在大抹黑，导致美国跟某些国外的政要误会了在野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顶个月去美国访问，无论是参议员华府，拢关心台湾国防预算，互人煽动。丁克凯强调，民进党绝对支持美国增加对台军售。记者综合报道。加做政府机关打电话传简讯，也是传网址来诈骗，是这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的手法。所以公司发布112年就推出号码111，是专属于政府的简讯号码，望就是会当互民众更较好分别，较袂去互诈骗去。不过，即阵连这组号码111嘛去互诈骗集团偷用去，真侪民众看到111就相信讲是政府传来，电脑伤过头放心，就安尼去互误导去。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即阵诈骗的手法是不时的变化，一定要多多查证。日常生活诈骗陷阱多，不少民众已经养成会做查证，啊，不过就连111政府专属简讯嘛传出互人偷用的情形。还是会就是查165反诈骗，就是再看一下，确定是不是真的。我还是会相信诈骗的问题啊，应该比较不会从政府这个角度切进去。
进行到民众收到111政府专属简讯，继续高雄监理站发送交通违规罚款无缴的通知。简讯当中各附吊希望纸。民进党立委蔡其昌嘛指出，即阵啊警方伫南部查到诈骗集团利用叫做2G 基地台发送111简讯，代表政府简讯也有可能叫诈骗集团利用。来自111也不见得就不是诈骗，因为现在的电信其实是网络电信时代，电脑可以在数位上显示成任何你要的号码。111的部分呢，这个目前都还是零星的个位数啊哈。检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多变化，可能透过车载移动基地台，伫特定区域内发送假的111简讯，和本来是政府识别代码的111平台出现误导的风险。提醒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莫点不明的连结，莫着急回应，挂断连结，重新家己查证，才会当降低诈骗风险。或者嘛建议政府应该跨部会联防，才会当精准有效拿查诈骗简讯。让你的手机连到它的移动的基地台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你的手机降频降到2G， 然后呢，透过那样子的漏洞去发简讯给你，有可能你会收到是111的这个简讯，但是呢，就是不是政府发的。针对警方查到诈骗集团用假的2G 基地台发送111简讯 ，NCC 代理主委陈宗秋表示，5月初开始，安卓新手机拢会仪式关起来。iOS 手机上班伫今年底前也会做修正，未阁收到这种的简讯。记者综合报道。即站这新冠疫情是拖了真紧，顶礼拜门诊急诊的人数超过4万人，而且这521个年假，这人量真是南来北往，受危风险就会阁升悬。所以讲，这卫福部就宣布6月初1开始，全国21间部立综合病院加开新冠特别门诊。疾管署表示，这波新冠疫情是真有可能伫咧6月底7月初达到高峰，但是确诊了后有出现喘气困难的情形，甚至皮肤、喙唇变乌，无法度正常食物件、啉水的，代表讲这镜头拢有可能会达到重症的警示，就要赶紧去看病生。今仔日就开始休521年假，这高速公路车侪就随发生车祸，早起国道3号、路南道3大事故造成塞车。因若明仔载年假的第2天早起，有原是路南的车会较侪，因若过道了后，就变做是就北会开始约车阵。上高塞车的国道5号是真有可能会一路塞到半暝。因若是机场的部分，今日是有真侪民众趁年假要出国，桃园机场今仔日就有6万人出境。第人员引导旅客接排队，早起7点外，桃园机场报到柜台，旅客排满满。桃机公司统计，年假头一天就挖6万人出境。会担心要排很久，所以有提早到。提早多久？开柜前3小时到。这别的已经大排场了，排到这边来。刚看的时候有没有吓到？有，没有想到就是可以排这么长。桃机公司估计对5月29到6月初2，总共5天5日做年假施运期间，桃机总运量超过68万7千人次。建议旅客提早3点进到机场，也使多多利用网络报道。除商务车厢之外，其他车厢都是自由座车厢。要搭乘自由座旅客可以多加利用，谢谢。因应路南旅客真多，台湾高铁机动加开专自由座列车。因若赶伫年假进前，代替北回线，东小清水溪桥、和林到崇德路段改建工程完工，进前因为工程停驶，27日次也恢复加力运输。国道高速公路部分，预计第3月年假第2天，顶半天也是路南车流为主，到下半天就开始出现上北车流。有各一上北较塌的保养系统，也有湖口路段可能塌到暗时。因若各个上北车真侪情形，可能会到透早。国五路段北向的宜兰坪林路段，拥塞的情况会比较早出现，大概在早上的11点开始，一直到凌晨都会有车多拥塞的状况。苏花路龙部分年假头一天往华东车速平均会使维持伫60公里左右，预计年假第2天车流会更较少。不过最近可能有午后雷阵雨，提醒用路人若拄到雨较大，一定要小心豆豆仔。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总统普京拜四接见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家后安倍昭辉，感念这安倍首相在生时阵为日本罗西亚的关系拍拼。不过，其实这日本甲罗西亚过去的互动是无介济，而且乌克兰发生战争了后，日本嘛加入制裁罗西亚的行动。虽讲这抓安倍昭辉是有啥物目标，都互外界真关注。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威松安倍昭惠日到出访莫斯科，得到罗西亚总统普廷亲身接见。普廷是以加悬的规格来接待安倍昭惠，若是当面献花致意，却借伊个人的礼车送对方到剧院。普廷伫会面的时阵，懊恼安倍晋三在新的时阵替日罗关系做出重大贡献，让安倍昭惠感动流目屎。Видел, что он искренне стремился к полному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многое для этого делал. 今ウクライナとの残念な戦争の中で、主人はプーチン大統領にもお会い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いましたけれども、なかなか罗西亚国家媒体报道，安倍晋三伫在新的时阵和普廷捌会面27摆，遮尔济关系真密。日本的官方对安倍昭惠访俄表示知情，但是并无和伊讨论即摆出访的代志，嘛无法度来发表评论。安倍晋三捌推动和罗西亚签署和平协议，正式终结北方4岛领土的争议。这项争议对2战以来就存在，但是两国之间是真少发生冲突。但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日本是宣布制裁罗西亚。安倍晋三嘛伫同年互暗杀过身。普廷即摆讲，状况和较早无同，目前未讨论这件代志。安倍昭惠是讲，罗西亚是日本的重要厝边国，希望双方会当深化交流。NHK 评论指出讲，安倍昭惠的身份真特殊，普廷决定用关规格来接待，应该是希望和日本的关系会当走较近，避免互国际孤立。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的对顶关税政策是甲全世界舞甲乱糟糟，不过这条政策29煞是去互贸易法院裁定违法。这 Trump 的政府就随甲联邦法院提起上诉，所以讲伫咧同一天，法院就裁定暂时停止进行法院的命令，也就是讲这 Trump 的关税政策会当暂时恢复。川普的对顶关税政策一天内连续伫咧国际贸易法院甲联邦地方法院诉。29伫咧华盛顿地区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摕到暂时终止下级法院命令的裁定，等于是伫上诉期间，关税政策会当暂时恢复。因为法院后一遍的听证是定6月初5。北京的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甲等伫咧北京外口的媒体讲，贸易谈判一个继续伫咧进行，伊强调关税司法战会拍到底。纳瓦罗也讲。这两个案件拢有政治动机，欠缺合法性。向贸易法院提过的12个州拢是民主党执政，向地方法院提过的2个小企业主拢是伫咧卖中国制造本属的玩具商。Look, the tariffs remain in place. The court told us, they didn't all but tell us, they told us, go do it another way. So you can assume that even if we lose, we will do it another way.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伫福斯新闻的专访内面讲，上诉法院的暂缓令是川普的一段胜利，也讲有3件贸易协定已经讲好势，就等川普做最后决定。Last week, at the end of the week, 3 that were basically ready for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I don't know if people have had that conversation with him yet, but yes, there are many deals coming, and there were 3 that are basically look like they're done. 国际金融市场对川普关税司法战失败反应正热烈，亚洲加美国股市收盘行悬，欧洲股市收盘是小盘。伦敦的研究机构资本经济指出，案件上尾也可能会拍到联邦最高法院，不过关税贸易战是未安尼就结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英国政府是宣布全面禁止卖用一解就断掉的电子烟，目的是要减少少年人食烟，嘛要减少一寡废弃的空壳啊。不过专家是认为讲，这目前电子烟已经有真侪非法的管道，要完全禁止，恐惊是真困难。英国政府宣布讲，对6月开始禁止卖用一摆就断掉的电子烟，不管内面敢有尼古丁拢袂使。官方讲，安尼做的目的是希望让少年人减少使用烟品，而且减轻电子烟的空壳造成的本数的问题。民众对这出现2种完全无同的反应。For the underage people, it's better because I see in Germany many 12, 11, 10-year-olds who smoke, and that's not really good. I think it'll just go into the black market. So illegal use, it could.
原本英国业者引进电子烟，用意是要来做传统烟草的替代选择。不过上市了后，电都是成真侪唔捌食过烟的人来食。官方统计，11到15岁英国青少年内面有9%是惯习使用电子烟，16岁以上的人口内面已经有500人惯习食电子烟。除了对健康的危害，电子烟废弃的空壳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讲电子烟会当拆开来回收，但是因为成本伤高，实际上回收率是真低，逐礼拜本所通拢有几百万支食了的空壳。There's already quite a substantial illegal market for vapes. There's some people who import illegal products. They don't bother to try and comply with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电子烟的乌市是真创手，互官方没收无合规定的烟品，当年拢在起哩。专家分析，就算提出禁令，嘛真歹互非法的业者乖乖啊就范。当局想要完全禁绝电子烟，恐惊无这么简单。公司新闻又派准备呀。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